第42章第1節，雅各看見埃及有五角，雅各就甲伊遐囝講：恁啥事第三看？佮講：我聽見埃及有五角，恁通落去遐，為咱訂擔保，互咱通度活，免死。對安尼，約瑟10個兄攏落埃及去訂美牛。總是約瑟的小弟便雅憫，雅各無找伊甲因兄三角去。因為伊講，驚了伊拄着害，來訂美牛的人的中間，以色列遐個囝也有來，因為迦南地也有饑荒。當時治理埃及地的是約瑟，挑美牛予迄所在的眾百姓的也是伊。約瑟遐個兄來，趴落地拜伊。約瑟看見伊遐個兄為仁德，假做生分人，對因講較嚴的話。問因講：恁對叨落來？因講：對迦南地來訂美牛。約瑟為認得因兄，因未認得伊。約瑟記得前所夢，論到因的遐個夢，就對因講：恁是偵探，來探聽這所在的虛實。第10節，因對伊講：阮的主啊，毋是，你的奴僕來買訂美牛，阮攏是一人的囝。阮是老實人，你的奴僕毋是偵探。約瑟甲因講，毋是安尼，恁來是要探聽這所在的虛實。因講，你的奴僕12個兄弟是迦南地一個人的囝，第一歲個現今佇阮老爸遐有一個無去啦。約瑟甲因講，我拄仔講恁是偵探，這個話實在無錯。我記法老的性命來救抓。若恁煞買的小弟無到遮，恁袂得通出這所在，用安尼來試驗恁的虛實，就找恁中間一人去，帶恁的小弟來，恁遮個攏着關佇遮，證明恁的話，知恁誠實也無。若無，我記法老的性命來救抓，恁一定是偵探。對安尼，約瑟將因攏關佇家裡3日。到第3日，約瑟對因講：我敬畏上帝，恁照我的話行就畫我。恁若果然是老實人，恁兄弟中通留一個縛佇恁迄家內，總是恁通帶美牛倒去，救恁家內的饑荒。第20節，將恁煞買小弟帶來我遮，安尼恁的話就有憑據，恁也毋免死。因就照安尼行，因三角講：咱對佇咱的小弟實在有罪，伊哀求咱的時，咱看見伊心內的艱苦，也毋肯聽伊，所以這場的苦難到佇咱。流便應因講：我竟毋是對恁講，毋通害迄個囡仔來處罪，獨獨恁毋聽，所以留伊的肺的罪對咱遮會討。因毋知約瑟聽話曉得，因為佇因中間有用翻譯官。約瑟越當心流目屎，閣越來甲因講話，就佇因中間處西面出來，佇因的面前甲伊縛地。約瑟吩咐人將五角入佇因的器具到滿滿，也將因逐人的銀下佇因的布袋內來行因，閣用羅年的食物予因。人就照安尼來甲因做，因就將五角予因的奴宰，就離開遐去，到歇眠的所在。因中間有一人偷開伊的布袋，要摕予奴食，才看見伊的銀有原佇地下佇布袋口，就甲伊的兄弟講：我的銀還倒轉，你看，有原佇我的布袋內。因就驚到無心肝，悄悄帶三角講：上帝安尼款待咱是甚物？因到迦南地，到因老爸雅各遐，將所拄着的事，攏甲伊講。第30節，迄人就是迄所在的主，對阮講真嚴的話，掠阮做迄所在的偵探。阮甲伊講，阮是老實人，阮毋是偵探。阮是12個兄弟，是阮老爸的囝，有一個無去。第一歲個現今甲阮老爸佇迦南地，
迄人就是迄所在的主甲阮讲，若爱互我知恁是老实人，恁兄弟中通留一个伫我遮，恁才会通带五角倒去，叫恁家内的饥荒，带恁煞买的小弟来我遮，我就知恁毋是侦探，是老实人。安尼，我就将恁的兄弟交互恁，恁也通伫即所在买卖。后来，因拼因的布袋，无拍算，因逐人的银包拢伫因的布袋内。因甲因老爸看见银包，就拢惊吓。因的老爸雅各甲因讲：恁互我失落我的囝，约瑟无去，西面也无去，恁阁要带便雅悯去，这代志拢是害着我。刘便甲伊的老爸讲：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你，你通杀我两个囝，做你通将伊交代我。我的确带伊倒来交你。雅各讲：我的囝，我无要互伊甲恁去，伊的兄已经死，只有剩伊。伊若伫恁所行的路拄着陷害，迄就是恁互我白头毛凄惨落阴府。